要大閘蟹早啲肉嫩多膏，內地一直盛傳有黑心蟹農用避孕丸幫大閘蟹催熟。喺香港嘅專門店同街市抽驗30個大閘蟹樣本，竟然1/4都含雌激素。專家提醒食到細隻但又多膏嘅就要小心啦。蟹應該係成長到一定嘅年齡同埋一定嘅體型啦，先會有呢啲蟹膏嘅。採本嘅過程中咧，最極端嘅一個例子咧係會有100立方每克嘅。咁呢個大閘蟹有呢個含量嘅時候咧，係唔可以超過2隻嘅。驗到雌激素嘅幕後功臣就係佢哋。呢個魚碰到嗰啲雌激素物質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發出綠色嘅熒光，咁我哋就可以睇到。呢種清槍魚加入咗熒光蛋白基因，溝埋清水同埋蟹膏，培植24個鐘。如果有雌激素，魚身就會發光。再用電腦分析，可以知道雌激素嘅含量同種類。有家庭醫生話，小朋友攝取過多嘅雌激素會性早熟，女性會引發乳癌、卵巢癌，男性就會有睾丸癌同不育。想知更多，記得留意我 Facebook。多謝各位，拜拜。